夜里抬头望着一片星空，突然觉得没那么沉重。原来在这浩瀚的宇宙里，我也是一道正在发光的轨迹。有时候会怀疑自己，在拥挤世界里那么渺小，但心跳告诉我，我呼吸着，参与着这一切。我存在的本身就是和宇宙连接的一种形式，不需要多特别，或者就是一种奇迹。愿意好好站在此刻，用心感觉。安静拥抱着我。每次呼吸都在和整个宇宙静静对话。有时候以为自己很渺小，但每一次呼吸，每一个心跳都在和宇宙连接，存在本身就是一个正在发光